2026年的盛夏，中國電視金鷹獎的入圍名單如同一石激起千層浪，迅速在影視行業與觀眾中引發了熱烈的討論。而在眾多星光熠熠的名字與作品中，一個尤為引人注目的現象，如同夜空中最明亮的雙子星，牢牢抓住了所有人的視線。演員任嘉倫憑借兩部風格迥異、題材懸殊的電視劇作品《鳳如潮》與《流水迢迢》，雙雙入圍了本屆金鷹獎的評選榜單。這一消息不僅讓他的支持者們歡呼雀躍，更在媒體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引發了關於演員實力、角色塑造力以及行業界直評判的深度思考。然而，最令人驚詫且耐人尋味的是，素嚟以嚴謹、莊重、權威著稱的《光明日報》，竟在短短3天之內，破天荒地連續發布3篇報道，對同一演員及其作品進行了深度剖析與肯定。這份破例的殊榮，無疑將任嘉倫此次的入圍事件，從禪準的娛樂新聞，升華到了一個更具社會意義與文化深度的層面。人們不禁要問，這究竟是怎樣的兩部作品，能讓他同時獲得專業獎項的垂青與頂級官媒的持續關注？這背後又折射出當下中國電視劇創作與演員成長怎樣的新趨勢與新生態。首先，我們需要將目光投向那部讓任嘉倫完成華麗轉身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劇集《鳳如潮》。這部電視劇以1942年至1945年澳門孤島時期為歷史背景，聚焦於那段被炮火與硝煙遮蔽卻暗流洶湧的歲月。當時的澳門作為二戰期間遠東地歐罕有的中立歐，表面上擁持着一絲畸形的繁榮，實則處於各方勢力博弈的風暴眼之中，日偽勢力虎視眈眈，情報戰、金融戰、物資戰錯綜複雜。任嘉倫在劇中飾演的歷史人物何賢，是澳門歷史上一位極具影響力的愛國實業家與社區活動家。他並非傳統意義上衝鋒陷陣的將領，而是以商業為盾，以金融為劍，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憑借超凡的智慧、過人的膽識與深厚的社區責任感，在夾縫中艱難周旋，為保護澳門同胞的利益、支援祖國抗戰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個角色的難度在於，他沒有大開大合的戰爭場面作為情緒依託，所有的信念與鬥爭都隱藏在看似波瀾不驚的商業談判、社區調停與日常待人接物之中。任嘉倫的表演被評價為細膩內斂、極具厚度，他將何賢身上那種儒雅中不失風骨、圓融中自有堅持的特質刻畫得入木三分。為了精準詮釋這位歷史人物，他摒棄了過往在古裝劇中大開大合的表演方式，轉而以一種沉澱下來的、更具生活質感的細節去填充人物。那一舉一動的沉穩，眼神交匯時的篤定，甚至是一個微小的手勢，都透露出角色在那個動盪年代裡的生存智慧與家國大義。光明日報對《鳳如潮》的報道，着重肯定了其在尊重史實與藝術表達之間找到的平衡，讚其激活了歷史，讓塵封的記憶重新呼吸。這不僅僅是對一部劇集藝術成就的褒獎，更是對其成功傳遞愛國主義精神、喚醒民族集體記憶這一社區功能的認可。而任嘉倫作為劇中靈魂人物的飾演者，他精準地找住了民族危亡之際愛國志士的精神特質，以富有感染力的表演，讓虛構的情節具備了歷史的說服力，也從而獲得了主流價值層面的高度評價。對於《光明日報》而言，他不愧因為單純的娛樂熱度而破例，他看重的正是一部作品所能承載的歷史教育意義與正向精神引領作用。任嘉倫通過何賢這一角色，成功地從過往觀眾印象中的古裝偶像範疇，邁入了更具深度與廣度的正劇表演領域。這種對演員自身邊界的拓展，以及對主流敘事的有效參與，才是引發關注的深層納核。如果《鳳如潮》是任嘉倫在現實主義與主旋律賽道上的經驗亮相，那麼同時入圍的《流水迢迢》，則是在他最擅長的古裝領域進行的一次充滿悲劇美學與人性深度的探索。該劇改編自同名熱門小說，講述了月落城少城主蕭無暇
化名為韋超，忍辱負重潛伏於敵國梁國多年，背負着天下第一佞臣的罵名，暗中調查家族滅門真相的故事。這是一個典型的充滿張力與複雜性的悲劇人物。韋超身處權力鬥爭的最剛壯處，表面上是權傾朝野、心狠手辣的弄臣，內心卻背負着血海深仇與對故土越落的深沉眷戀。任嘉倫在塑造韋超時，展現出了極強的角色駕馭能力。他精準地捕捉到了這個人物的多面性。在朝堂之上，他是那個又狂又精光納斂的權臣，眼神中閃爍着猜忌與算計；而在面對內心深處的柔軟如對同伴的情誼時，他又流露出脆弱與掙扎。觀眾評價他在《流水迢迢》中的演技不斷精進，尤其是在權謀揮訓的演繹上，台詞與神態的拿捏恰到好處，將一個在復仇火焰中燃燒自我的悲劇人物刻畫得令人心碎。這個角色與《鳳餘巢》中的何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個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為國為民的實業家，一個是虛構世界中為了家族與故土在黑暗中獨行的復仇者。這種一正一邪、一實一虛的強烈對比，恰好證明了任嘉倫作為演員的可塑性。他能夠在現實主義的歷史厚重感與古裝權謀的戲劇張力之間自如切換，且都能精準地找到角色的那匹，賦予其獨特的生命力。流水迢迢獲得了2024電視劇大賞年度人氣劇集，其站內熱度突破26,000，平台評分高達9分，證明了其在觀眾層面獲得的廣泛認可。一部作品獲得市場與口碑的雙豐收或富有運氣成分，但兩部同時入圍，尤其是在題材、人設、表演風格上跨度如此之大的前提下，這便不能再簡單地歸列為幸運，而是其表演體系日速成熟、算劇眼光與駕馭能力顯著提升的硬指標。這也解釋了為何光明日報在關注《鳳餘巢》所代表的主旋律價值之餘，也不吝嗇篇幅去探討流水迢迢所展現的藝術感染力與市場活力。一家權威媒體對同一演員連續3天的報道，其內在邏輯便在於此。他看到了一個演員在追求藝術價值與社會價值相統一的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與所取得的成果。由此，我們便可以理解光明日報的破例並非僅針對任嘉倫個人，而是以一種極具象徵意義的方式，向整個行業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在當下的中國電視劇市場中，流量數據、網絡熱度固然是衡量作品商業成功與否的重要標尺，但專業獎項的評審與權威媒體的導向，正在日益回歸對作品思想深度、藝術品質與社會價值的綜合考量。任嘉倫之所以能成為這一輪關注的焦點，恰恰是因為他無意中成為了一個給佳的觀察樣本。他的演藝經歷幾乎驗證了中國電視劇市場從流量時代向品質時代的轉型過程。從早期憑借《大唐榮耀》中閃衣怒馬的少年郎廣平王李剔嶄露頭角，到以《錦衣之下》中眼神開車的陸翼一角深入人心，確立其古裝小生的地位，再到後來憑借《周生如故》中那個隱忍悲壯、為國家與百姓剔骨的小男神王周生辰，將自己的事業推向了第一個高峰，奠定了其在古裝劇領域的號召力。這些角色無一例外，都擁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即在極致的戲劇衝突下，展現出一種悲劇性的、被時代裹挾卻又竭力抗爭的宿命感。這種角色類型如任嘉倫自身那種溫和中帶着堅毅的特質，形成了奇妙的化學反應，也培養了他龐大的觀眾基礎。然而，一個演員想要走得更遠，不能永遠停留在古裝書的勾。此次金鷹獎的雙賽道入圍，正是他多年演藝生涯厚積薄發的集中體現。何賢與韋超就像是他在藝術道路上分出的兩條岔路，一條通往歷史深處與民族記憶共鳴，一條通往人心幽微，在虛構的江湖裏蕩氣迴腸。兩條路，他都走出了自己的足跡。當我們回看那些質疑任嘉倫缺乏轉型意願或接揮類型閃一的聲音時，這兩部作品及其所帶來的榮譽，無疑是最有力的回擊。演藝道路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直線上升，
而是充滿了探索與反覆的螺旋式前進。任嘉倫在憑借古裝劇積累了足夠的市場影響力與國民度之後，並未固步自封，而是勇敢地選擇了更具挑戰性的主旋律正劇作為轉型的發力點。這種嘗試本身就充滿了風險與不確定性。幸運的是，他成功了。《風雨潮》的收視與口碑雙豐收，以及隨之而來的主流媒體讚譽，標誌着他已經初步完成了從古裝偶像到實力派演員的身份跨越。與此同時，他並沒有完全放棄自己的基本盤，在《流水迢迢》中，他依然用精湛的演技證明了自己在古裝領域的統治力。但這種統治力早已不再局限於顏值與氣質，而是更多地體現在對浮雜人性的深度挖掘與呈現上。這種雙賽道上的成功，對於任何一位青年演員而言都是難能可貴的。他不僅需要天賦與努力，更需要一種清晰的職業規劃、對劇本的敏銳判斷力，以及沉下心來打磨演技的耐心與定力。在如今這個信息爆炸、誘惑重生的時代，能夠專注於表演本身，持續輸出高質量的角色，本身就是一種對行業的尊重與對觀眾負責的態度。光明日報連續3天的報道，與其越是在為某一個演員個人唱讚歌，不如越是在為這種深耕細作、勇於突破的職業精神背書。他向公眾展示了一個優秀的青年演員應該具備的素質與追求，以及中國電視劇創作應該鼓勵的方向，即扎根於生活、敬畏歷史、尊重藝術，同時又能積極擁抱市場，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盛繪如鏡，映照出的是整個行業的生態與價值取向。任嘉倫的雙劇入圍金鷹獎，以及隨之而來的光明日報破例聚焦，無疑成為了2026年中國電視藝術進程中的一個標誌性事件。他引發的思考早已超越了對某個演員是否應該獲獎的簡單討論，而是觸及了關於演員評價體系、主流價值引導與大眾娛樂文化如何更好地融合等更深層次的問題。在這個充滿喧囂與爭議的網絡時代，我們欣喜地看到真正有深度、有溫度、有筋骨的作品和表演，正在獲得他們應有的關注與尊重。這不僅是行業之幸，亦是觀眾之福。最後，作為整個事件的觀察者與這段文字的中列者，我想在此表達一點個人的力求理性與中立的思考。在眾聲喧嘩的網絡場域中，任何熱點事件都可能被情緒裹挾，演變成立場先行的爭吵。但藝術的賞識與評價，終究是一件主觀且多元的事情。有人偏愛歷史正劇的莊重肅穆，有人沉醉於古裝權謀的驚心動魄，這本身並無高下之分。任嘉倫憑這2部作品獲得認可，這無疑是對他過去一段時間努力的肯定，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就此封神，或者不容批評。每個演員的成長都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有高峰亦有低谷，有掌聲亦有質疑。作為觀眾，或許我們可以嘗試跳出非黑即白的評價體系，以更平和、更理智的心態去看待演員的付出與作品的呈現，欣賞那些觸動我們的瞬間，包容那些未能滿足期待的部分，在尊重事實與專業判斷的基礎上，進行有建設性的討論，而非沉溺於無謂的拉踩與攻擊。文藝的百花園需要百花齋放，也需要我們在欣賞每一朵花時，都能懷有一份安靜的內心與對彼此審美的尊重。讓我們將目光更多地投向作品本身，投向那些角色背後所傳遞的情感與思考，共同營造一個健康、理智、充滿善意的網絡討論環境。這不僅是對從業者的尊重，更是對我們自己時間與情感的珍視。